乡请到早，欢迎收看今仔日12月20台期待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今日开始来关心立法院会伫今仔日要排审选罢法、宪法诉讼法、财违法修正草案，才有争议的三大法案。民进党团伫早暗，伊就破坏议场的玻璃，先走入去议场内底占领主席台，因为国民党的立委是守伫议场正门的外口。那民间团体是发起清凉活动，伫立法院外口组织，要求有争议的法案来退回，今仔日袂使表决。立法院会今日要处理选罢法、宪法诉讼法、加财违法修正草案等项，民进党团为要阻止法案通过，19暗时伫议场边的门口口集合，甲国民党立委爆发冲突，场面是真混乱。你要跟我推挤，不要挤我啦！你要跟我推挤。杀来杀去过程当中，造成民进党立委单营受伤，互人插去病院治疗。民进党团伫19暗时9点左右，挂通进入议场，先占领主席台。脚下都是碎片，看，民进党就是从这里破窗而入哈。事实上，国民党立委为17下晡就开始伫议场头前搭2个布棚轮班守议场，防止民进党团抢占主席台或者是地限。民进党立委表示，用激烈技术攻防是不得已的选择。国民党在用强行通过，也就是不让民进党来开会的状况底下，我们现在只能用这种方式站住主席台。我们突破了这一个相关的这个封锁，现在进来到议场，那也做好了防守的这个工作。民进党立委破通进入议场，各占主席台，连夜助理也就伫议场边的门口口，防止在野立委冲入。国民党立委质疑，技术攻防是立委之间的代志。副助理挡伫议场门口口，是准备上演甲头相拍，敢是将国会当作是假路秀派擂台。国民党团总调박근기19报名表示严厉谴责，党团经过紧闭的会商了后，会有新的动作。由经济民主联合发起的冬季清凉伫台北的活动，昨暗时到阵伫立法院门口口，主办单位表示，有超过1万的民众行上假路，佮提出争议法案退回委员会每一条讨论。总统赖清德出面甲无共款行政机关政党主席协调等5段诉求。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中大道一栋全联当地企业仓库厂房，伫昨下晡1点半左右着火，火是烧甲真紧，佮呛出高高的乌烟。这个火灾是造成9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台中市的消防局昨暗表示，初步调查，那亲像是3楼在拍电锯，火势对楼梯间落去地下室，去接触到油漆，才引起大火。也若实际原因，伫今仔日会入去火场调查。火已经为厂房爆出来，乌烟呛甲天边。伫台中市大肚府沙田路的全联公司成都新起的厂房，19下晡1点半左右发生火灾，火势真紧就摊开，真侪工人受困伫无共款的楼层，情形真危急。消防人员出动40台各式消防车，甲107个消防人员去抢救，最后救出8人，暗过已经罹难。也有一个工人火灾拄发生的时阵，为3楼直接跳落来，当场失去生命现象。送去急救也是救不回来。目前我们欧卡的一共有9位。至于火灾发生的原因，我们明天早上会同警察局的火灾那个刑事检验人员一起来会勘。消防局初步检判是3楼咧做电焊工程时阵，火车为楼梯间的空棚落落地下室，接触地下室油漆的混合物，一年嘛就引起大火。新起的厂房有28734平方公尺，是电管4层下卡1层的建筑，内底有大量保温材料甲建材。消防局指出，最后救出5个罹难者，受困伫3楼隔间夹层内底，可能就安尼无法度逃生，遗体透过分推车送出。营建厂商也到场鞠躬会师的表示负责到底。造成社会这么多的不安，深感抱歉。那本公司也会针对受伤相关人员进行全力的抚恤跟照顾，公司绝对会负责到底。
台中地检署主任检察官肖永金加承办检察官伫会场展开调查，佮保存相关的证据，专案调向过失致死罪方向侦办。台中市政府也依照建筑法、职业安全卫生法并令停工，限期改善财法，也照违反空气污染防治法加重处分。另外，确实火灾原因，还阁等调查清楚。记者综合报道。昨日伫台中的厂房发生火灾，环保局是随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烦恼乌烟会出去风尾，会去影响到彰化和森林。因为咱台湾伫这几年有发生几啊件仓库和厂房的大火，拢烧甲真厉害。专家就建议讲，要制定厂房相关防灾应变措施，嘛要加强人员的应变能力。大火烧起高烟摊，几啊公里远，连彰化拢看会到。全年位伫台中大都的新起的厂房也未完工，19号下晡就发生火烧厝。全年讲会协助营建商配合消防局来调查原因，也毋过这个火一直摊烧，环保局启动空气品质的监测，评估这个火灾高烟恐惊影响风尾、彰化甲森林。经由模式模拟整个烟尘的轨迹呢，今天的气象条件除了影响大陆区域以外，下风处的彰化县，甚至彰化以南的云林县都有可能略受影响。那台中市环保局呢，已经提醒下风处各县市相关单位。仓库顶面清除高烟，台湾去年发生几啊层厂房加仓库大火，亲像2002年桃园家乐福杨梅物流厂的火灾，烧掉一座智慧仓库，也有7家海霸王集团伫高雄增订的仓库也被烧起来。专家以去年连续10片彰化厂大火为例，导火原因是油井机周围缺失配置无适合，适用油火灾利用化炭被火气。点出多数业者无因应这厂房的特性来制定相应的防灾甲应变的做法。我们现在大概只会告诉你，你闻到烟味要去查，可是几个人要去查，多少时间里面要查，怎么查，这些没有人在讲。现在的操作就是只做到量，缺乏质，包括灭火的训练，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具备灭火的能力？消防教育训练不足，可会造成民众做出损害损着，造成伤亡。专家讲，灾害发生绝对毋是单一的因素，除了加强并且落实应变的训练，嘛要制定灾害应变的评估标准，才有法度伫事故发生时做出正确的处理，尽可能来避免伤亡。记者综合报道。当再来关心天气，今仔日即是冷空气的减弱，所以各地拢会回升。咱来看温度。今日北台湾日时高温有17度至18度，感觉也是较冷较寒。其他所在高温是21度至23度，会感觉较舒适。因为今日只有伫这方面呢，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大台北山区云较高，可能会小刮落雨。其他所在澎湖、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看到日头，是好天到济云的天气。也若提醒乡亲，明仔载还有一波大陆冷气团要入南，会一直影响到后礼拜日透早。北部、东部温度会阁下降，而且水汽嘛就要增加。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园昨透早树仔拢结霜，合欢山是因为水汽无够，细干那落一丝丝尔，还阁有冰沙啊。气象署是表示讲，今仔日会小可回温，也毋过呢，明仔载还有一波冷空气冷气团会入南，到时愈晚会愈寒。受到大陆冷气团入南的影响，19礼拜四合欢山透早4点外，大家落雪条件，啊，毋过因为水汽不足，干那短时间落雨雪，不少游客无顾到冷海低温，冲去咧合欢山。真的，这个我们非常冷，搞不好是人生中最后一次来啊，就是创造一个回忆。有看到雪落一时啊，互上山民众话讲真有价值。那路边的树花、山顶变做银白色的世界，轿车挡风玻璃头前，嘛会当看到一寡雪。因为路边积雪结冰，现场挂指示牌，要求车爱加装雪链，才会当通行，才袂出去。镜头换看宜兰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园区的树花、草坡啊结一烟冰霜，规个银白色的，互游客感觉真神奇。于今日的清晨下起了雾凇，那主要集中的区域在太平山庄以及翠峰山屋等较高海拔的区域。那目前呢，气温约-3度，那没有水汽不足，所以没有下雪的情形。所以呢，一专一线并未进行道路的管制措施。
海拔2000公尺的太平山国家森林游乐区，19透早陆续落冰霜，啊，毋过因为水汽无加无落雪，路面无结冰，这波冷气团20日下减弱，各地温度回升。中南部高温到20度以上，北部高温回升到17至18度。啊，毋过拜六下晡开始，各地会愈暗愈冷，持续影响到后礼拜一的透早。这段时间温度就是逐渐的下降，一直在周日及周一的清晨，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低温普遍就会是12到14度，那在南部呢跟台东大概就是14到16度左右，感受上也是明显的寒冷。气象署表示，后礼拜一日下开始气温会一天一天回升，不过后礼拜一到后礼拜二，因为南方的水汽刷向北部，各地落雨机会会增加，呼吁民众出门都爱穿好袖。记者综合报道。咱国内是新增加2个8日扫的确定病例，是一站北部校园群聚案例。12月中的时开始有人确诊，也让卫生单位嘛有赶紧靠接触者。今年甲当，咱台湾已经有30例8日扫确定病例，这是自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疾管署公布，国内新增加2例8日扫确定病例，这是伫北部一件校园烧毁案件。这条个案是12岁查甫囡仔，11月底出现发烧、家嗽、有痰，食食甲活动降低，后续因为症头无改善，佫就医，采检了后，伫12月12日确诊。卫生单位鼓励接触者进行健康监测。家庭接触3人无症头，已经用先食药啊。刚校口接触的16人，其中1人有家嗽症头，经过采检，伫12月17确诊。整起的一个百日咳的一个群聚的一个事件，到目前为止，总共我们匡列的接触者有30个人，会追踪到1月7号。疾管署指出，8日扫是由8日开杆菌引起的疾病，一年四季都有可能发生。目前咱国有提供婴幼儿疫苗，不过疫苗保护力会对时间慢慢减弱，效力衰退了后，感染风险就会可能增加。临床儿科医师指出，感染8日扫初期会有类流感症头，并发肺炎的风险比新冠甲流感较悬，所以若是一直扫未好，都要特别注意。先把其他因素排除掉，验流都找不到原因，但最后我们还是会验百日咳。小朋友大概建议就是11岁以后就可以考虑打。那假如说你真的要好好预防，就是每10年打1次。疾管署监测资料显示，全球真侪国出现8日扫疫情相关更严重的情形。咱国今年累计30例8日扫确定病例，其中29例是本土病例，1例是境外移入，病例数是2019年以来同期上悬。提醒民众，若是有阵家嗽，还是气骨喘，家嗽了后会吐食的症头，都要赶紧就医。记者综合报道。卫福部有公布上新癌症时钟，即摆是每4分控制秒就有1个人罹癌，时间佫缩短啊。癌症内底，肺癌占上多，第2是大肠癌，第3是脸癌。咱国人10大死亡原因的第1位，永远是癌症。国健署分析111年国人癌症登记报告，新发生的癌症人数是13,293人，比前一年增加8,531人。全癌症发生年纪中位数是64岁，以肺炎上侪，连续2年排伫咧第1位。以全癌症来讲，平均是4分2秒钟就1个人得癌，比前一年的4分19秒时间又搁变紧。癌症的发生数大概跟110年比起来，大概增加了8000多人啊，代表可能有一些延迟就医跟当初疫情的时候不敢出来筛检有密切的一些关系。10大癌症新发生的人数内面，肺癌意外是第1位，过来就是大肠癌、女性的黏癌、肝癌、裂泡腺癌。然后子宫体癌是比前一年上升1位，来到第10位。国健署提醒讲，癌症伫咧初期无明显的症状，民众除了定期做健康检查，也可以注意身体状况是不是有改变。以肺癌来讲，如果有这个长期的一些咳嗽，那或者是以乳癌来讲，它有这个女性有一些相关的一些硬块，或者是在乳房的一些变化。那在大肠癌部分有包括它的一个大便的一个习惯改变，就呼吁民众能够注意到身体的这个警讯。统计显示，每年差不多5万多位个人因为得癌过身。国健署呼吁民众，目前包括口腔癌、大肠癌、子宫头癌、黏癌加肺癌，拢有体检的服务。那符合资格民众会当加治向，量早发现、量早治疗，会当有效降低死亡率。记者综合报道。该乡亲同齐关心今仔日报纸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
行政院19号时伫昨天通过产业创新发展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要送立法院审议。除了要协助新创事业募资，对外投资嘛定出管理范围，增加投资特定国家也是地区、特定产业、特定技术，拢爱先申请。保照规定来申报上悬会罚100万，性质重大也可会当撤回投资。来关心联合报。国土计划法实施进程，今年初有7间公司有意思，因想要伫花莲七星潭的边仔起度假村，专向县府申请送这开发计划。不过花莲县政府去调查了后，发现这7个案其实拢是同一案，所以全部拢暂停慢车进行。来看自由时报，咱全国空厝的比率，新厝单买卖数量直直在增加。今年的第一季新厝单买卖超过10万户，也若以新北市2万外户上济，桃园、台中嘛拢有超过15000户。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洪指控，伊咧做桃园市长的任内，介入华雅科技园区土地开发弊案，讲伊摕人500万的乌西钱。8月份的时已经互检方起诉，目前有一寡被告已经承认犯罪。昨天桃园地方法院头一届传郑文灿出庭，伊是讲伊无收钱嘛花冤枉，佮强调讲开发案毋是伊一个人就会当做决定。郭翠阳出现伫桃园地方法院，海基会前董事长郑文灿，洪指控伫做市长的期间，涉嫌收乌钱500万，伫华雅科学园区土地开发案内面，替特定人士护航。8月后检方照涉犯贪污罪起诉，甲打19第一摆来出庭。市长还是拒绝认罪吗？明显真正侪的郑文灿面对镜头，啥物拢无爱讲。不过伫庭审的时阵，伊是大声发冤枉，准备20点来答辩。其中针对检方指控，伫106年9月迄天，做白手套的台塑金高层廖俊祥，为着开发案砸500万装伫落架内面，送去市长的官邸。郑文灿伫知影廖俊祥红敢听，则伫1年后，佮甲钱还互伊。郑文灿是反驳讲，毋捌收过乌钱，是过两天才发现对方有留一个落架，真侪摆要求因摕转去，因拢无来。才造成检方的误会，和台塑的干部联谊和开发案无关系。郑文灿强调讲，开发案是营建署和市府的人员判断的，并是一个人决定。佮讲到做市长8当，真侪摆拢得到5000的肯定，相信司法会行医清白。莫非检察官误解国家建设的定数？公诉检察官会针对我们的起诉的一个犯罪事情的证据那个在法庭上，我想我们当然会来做一个举证，来实行来一个公诉郑文灿一审的律师团内面有2个人拢是检察官出身的，伫庭上和检方交锋。庭审3点半钟，郑文灿坚持家己无罪，不过同案有真侪被告已经承认犯行。说落来，这场司法审理一定会够有激烈的攻防。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有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予中国，尾互起诉。近时佫传出有警官涉嫌泄露总统无公开行程予特定人士，目前互停职嘛互收押。立委认为讲，这代志拢代表咱国家的安全体系已经有破空啊，要求国安单位爱全面启动调查。总统府外口戒备真严，不过即马却传出讲，总统外亲伫无公开行程，予特定的人士来掌握，包括维安资讯等等。检方伫调查了后，发现讲涉嫌泄密的是一个负责总统维安的部落细组的警官。伫约谈了后，照泄密国家机密保护法这罪嫌，向法院声押准啊。朝远遭羁押，本总队立即依《警察人员人事条例》第29条第1项第6款规定，予以该员停职处分。并秉持勿枉勿纵，依法就办的原则，彻查到底，绝不宽纵，展现净化团队的决心。负责总统维安的天下第一营宪兵211营，进前才互标出讲有4个士官兵涉嫌卖公务机密，予中国方起诉。即马佫发生部落的警官涉嫌漏泄总统的维安机密。立委认为讲，这表示讲咱国的国家安全体系已经出现严重逼迫，要求国安单位应该是启动下部会全面调查。连续这样子那么多的事件发生，我认为国安单位必须要跨部会，不管是警、县、军，全部都要跨部会来彻底来被检讨一下
来看看说他们到底做一些背景审核的部分有没有出现问题。如果今天我们的正副总统的人身安全受损的话，那受损的会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整体的国民的利益，所以该严审、该严查的，我们会全力支持国防部来严查，但是千万不要办了老半天，没有办出结果，没有找到真相。总统府的发言人郭雅辉表示讲，总统府尊重司法程序的进行，对个别人员涉嫌违法，毋若是伤害平常时正拍拼的国军和警察团队，佮伤害个人和国家，公安局和总统府会依法来定处，绝对袂安尼就准拄煞。全案已经进入了司法审判阶段，总统府尊重司法的程序进行，而相关单位也会全力来配合后续的司法侦办。国防部长顾立雄讲，会持续来加强官兵的保防意识，而且进行风险管控的作为，来反制中国的渗透。公安局嘛发声讲，特勤中心是持续要求维安任务的编组人员遵守法纪，若是有违反相关规定的，依法来查处，绝对袂轻轻放过。记者综合报道。咱政府即马打算要和美国科技公司股票直接要合作卫星网络业务。国科会是表示，若是美国 SpaceX 的通信卫星系统牵连无安全问题，而且美国政府嘛有同意，安尼咱台湾嘛会和因合作。讲美国高级投人亚马逊所属的跨屏网络卫星计划巨波，安怎借由低轨道卫星的优势，提供良好的通信服务。因为俄乌战争期间，低轨道卫星的星链，和乌克兰维持网络通信，真受各界注意。为了防止强军遭到咱台湾的通信，国科会主委吴成文接受外媒专访，提起台湾会甲美国科技投人亚马逊协谈卫星网络合作。6G 无线通信的这个产业，现在全世界都在竞争当中，但是要建构低轨卫星链这个是需要非常庞大的资金的投资，所以我们一定要跟国际来合作。我们是希望也能够整合我们的晶片台湾队。原本欧洲来说是 OneWeb， 但是 OneWeb 来讲，好像它的财务跟发展状况一直不是很好，所以现在大家在寻求的是另外一个可能可以合作的方向。对这代志，数位发展部长黄彦南证实，最近亚马逊所属的跨屏网络卫星计划巨波有主动联络数位发展部，双方经由视讯会议讨论未来合作，也加在台湾建立地面站的可能性。像这个它那个服务要落地，很多是要经过我们数发部，包括这个频谱啊，它等于是先跟我们让我们了解他们的未来的一些方向，然后当然就是说。我们能乐观其成啊，那将来我们会协助他们在台湾提供服务。因为吴成文也对外媒讲，总统热情就任内，台湾当年要投入300亿发展主权 AI， 希望加强甲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的合作。因为星链的头家马斯克伫中国原来有投资，嘛甲川普关系真好，外界好奇未来是毋是有可能甲星链合作。对这代志，吴成文是讲，只要星链有安全，也甲美国政府同意，也会当合作。记者综合报道。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进前捌讲过，伊要促进乌克兰的和平协议。即马罗西埃总统普廷昨昏是公开伫记者会顶头表示，伊做好准备随时会当和川普见面。因为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嘛伫欧盟理事会顶悬向川普发话，希望川普和乌克兰徛到阵。俄罗斯总统普廷19日将记者会超过4点钟27分，会谈数十个国内外问题。提到乌克兰战争方面，伊表示，军队咧向乌克兰主要目标行。Речь идет не о продвижении не на 100, там 200, 300 метров. Наши бойцы возвращают территорию квадратными километрами. Хочу подчеркнуть, каждый день. 普廷也讲到，真古球新型级因素飞弹，11月1日向乌克兰第二波罗区发射一粒真古球，西方国家对伊威胁是怀疑的态度。Сосредоточат туда все свои силы ПВО и ПРО, а мы нанесем туда удар орешником и посмотрим, что будет. Мы к такому эксперименту готовы. Готова ли другая сторона? Почему такое название? Честно, не знаю. 普廷阁安怎看待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所讲的促成乌克兰和平协议？
Вновь избранному президенту Трампу, когда мы с ним встретимся. Ну, во-первых, я не знаю, когда мы с ним встретимся, потому что он об этом ничего не говорит. Я с ним вообще не разговаривал более 4 лет.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伫布鲁塞尔参加欧平理事会时阵表示，对要上任的川普有话要讲。What emotions? Welcome, Donald. I want very much to have him on our side. For me, it's very important. I want to discuss with him more details about this war. Putin is not adequate, and he's very dangerous for everybody. I think he's crazy. 泽伦斯基表示，就未来并靠展展开停火谈判。乌克兰当然想要和平，不过需要强大安全保证，若无只是将冲突冻结。公司新闻恩文玲报道。美国国会要赶伫20政府资金期限进前推动临时开支法案，延到18时10号也未上任的正副总统川普和反诉反对。今嘛 CNN 上新的报道是表示，众议院共和党按算伫今仔日会提出新的法案来表决。美国众议院议长强森主导的临时开支法案，将无简单甲民主党达成共识，确保法案有够的票数，会当伫众议院过关。法案的内容主要就是互政府伫未来3个月内维持目前的支出水准，像讲白宫要求的100亿美金灾害救助款、300亿美金的农民补助款、巴尔的摩跨海大桥的重建经费、限制对中国的投资，还有就是国会议员的调薪案。不过后任的正副总统川普甲范斯18煞雄雄反对这项临时开支法案。川普伫社交平台答问，爱共和党议员较巧的用强硬的态度，若做民主党威胁法案无通过，政府就会关门。安尼就回答讲，这拢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甲拜登总统的唔对。最后，佫用大写字强调，若做有真正的总统在位，根本都袂遮尔乱。Well, what the president believes is we should support a clean CR so long as it contains a debt limit increase. That's the position of the president, and that's what we're going to try to push for. 也等新年假期慢要活，国会真侪议员甲助理早就整理好转厝过节。强森就算要顺川普的意，讨论新的开支法案内容，拢面临人数不足的困境。Good evening, everyone. House Republicans have now unilaterally decided to break a bipartisan agreement that they made. House Republicans have been ordered to shut down the government and hurt everyday Americans all across this country. 为了因应目前政府开支水准，国会提高负债限度的次数已经超过100届，联邦债务规模达到36条2000亿美金。川普要求临时开支法案必须都要用伫该用的，而且必须爱伫现任总统拜登任内就提高负债的限度，唔是听候到伊上任了后。川普所任命的政府效率部共同主管马斯克，佮伫 X 连发70条文，讲法案的内容充满政治分离，佮经过投赞成票的议员。2年后拢应该落选。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12月18是国际移民日，有一寡移民唔知是对倒位去听到讲美国和墨西哥的边境要开放，赶紧走去边界，尾后是互美军赶走。因为川普之前捌讲过，伊要对移民政策打针的，所以有真侪移民已经开始咧烦恼，唔拿上街头游行，嘛强调讲移民唔是犯罪，希望美国会当成全因的美国帮。伫上期伫德州美墨的边界的西口啊，互规个拢烟蓬蓬。德州边界巡逻警卫队是向想要下过边界无证移民来放催泪瓦斯。18国际移民日即天，一寡移民准是讲美墨的边界会开放，想要弄过去，结果嘛是互无证赶走。Estamos nerviosos y por eso tratamos como que de entrar para ver qué va a pasar con nosotros antes de que él entre ahora el 20 de enero. Sí, tenemos miedo, por supuesto que sí. 一个关照移民的牧师讲，这移民拢是互人抓集团骗去啊。Tristemente, muchos de ellos siguen siendo engañados por grupos del crimen organizado que está sacando provecho económico de cada uno de ellos. Hay grupos del crimen organizado operando, quitándoles el dinero, robándolos, secuestrándolos. 伫拜登卸任之前，美墨边界的警戒措施看起来并无放零，连墨西哥这边嘛紧派出军警来维持秩序。不过，共款留伫墨西哥的移民并无死心。
因伫移民日即天是大声喊移民毋是罪犯的口号，伫真侪城市加起伫街仔都示威。En realidad el panorama es bastante difícil, tenemos incertidumbre como el resto de, creo que en México la sociedad civil, los que están documentando, quienes están en otros espacios, la verdad están sufriéndola mucho porque estamos a expensas de lo que suceda allá. 另外有一寡移民根本都还未到墨西哥中途失联啊，因的家属嘛伫哥伦比亚，甲因为因的相片报条寄互关，希望较紧找到这无代无志失踪的亲人。目前美国境内差不多1100万的无证移民，其中大多数拢是对墨西哥和中南美洲来的。川普第二个任期还未上任，就已经呛讲要大规模来驱逐这非法的移民，甚至以对墨西哥进口的商品征收25%的高关税做威胁，要求墨西哥要配合管制移民和毒品。面对无确定的未来，到离拉美国家的民众，美国人想要达成是愈困难。公司新闻张惠敏编译。因为技术的问题，有2个美国的太空人即马留伫国际太空站。本地是讲好讲，明年2月就当甲因送倒来地球。也毋过即马 SpaceX 因为 NASA 这项的载人任务有去延前着，所以倒来时间也搁爱延后，上紧可能爱等到明年的3月份。美国太空人威廉斯甲威尔摩今年6月坐波音公司的太空船乘坐飞机到国际太空站，也不过因为飞行期间太空船出现推进器故障这问题 ，NASA 因为安全的考虑，决定让乘坐飞机空装转来地球。2名太空人留伫国际太空站，等到明年2月甲 NASA 9月 Crew 9太空任务送来美国太空人希格甲罗西亚太空人戈布诺夫斗阵回航。这个原定8天的太空任务将变做9个月，没想到 NASA 伫18讲回航的日期还搁再延期。Spaceflight is difficult. It's a lot harder than I think people realize. Like NASA makes it look easy because they just like keep sending people up and keep sending people up. But like actually, there's a lot that goes into it, and so sometimes this kind of stuff is going to happen. 原定明年2月载运太空人到太空站轮调，并且甲威廉斯这4名太空人在等来 Crew 10任务团队上，马斯克旗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 的天龙号太空船一平。不过全新的天龙号太空船需要更加多时间来准备，所以讲发射时间延后。威廉斯这人回航时间上紧嘛要等到3月底，甚至到4月。时间一直延后，取得各界关心。不过2位太空人讲，因的身心状况拢真好。Things that we always miss our families. I miss my 2 dogs. I miss my friends. But you know what? Like Butch said, there are so many people on Earth that are sending us messages, and it makes you feel just right at home. 今年11月，国际太空站接受过2批补给，所以讲食物、水、衫裤也有勇气这必需品拢无欠缺。内底甚至也有庆祝耶诞甲跨年假期的物资。NASA 讲，一般太空任务一抓持续6个月，少数继续到1年才久。所以讲，威尔摩甲威廉斯的停留时间无伤大的问题。公司新闻施惠中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美国联邦参议院调查小组伫今仔日发布报告，表示美国限制中国摕到先进晶片的措施，禁止效果有限，因为中国是透过走私、挂名公司、海外业务才会管道，互美国要保护的技术拢流去中国。来关心欧盟的部长会议16拄通过对诺西亚第15轮的制裁，嘛甲供应诺西亚军用无人机零件的中国企业加入制裁名单。也毋过欧盟高峰会顶悬的结论文件顶悬是拢无讲到中国，只有谴责北韩和伊朗尔，显示欧盟嘛无想要和中国做对头。来关心奈及利亚西南部伊巴丹市一间中学是举办试验的活动，传出人打人的事故，造成35个学生死亡，6个人重伤。警察总部是表示，已经有抓到8个人，正在调查。镜头转来，咱国来关心有一个有心的负责人，伊伫今年7月份的时，伫台北市坐公车，迄当时是有心7礼拜，因为公车熊熊大动，害伊跋倒倒立坐凳久，尾也落体。当事人昨昏有向议员出面指控业者，想要开6000块，就甲规个代志扫掉。伊嘛批评交通裁决所事故鉴定拢毋是事实。画面当中，查某人后边有一个查某人准备入口为后门落车，
食感应都向前跋一倒。对澳门的监视器画面，咱阁看一摆，准备落车的查某人，刷叮当到旅客机的边啊，正手成掠，扶手甩去倒手旅客。不过因为紧急打档啊，一时啊就跋倒，结果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的事故鉴定意见书所讲，旅行客无还原，驾驶无责任。车监会竟无视客观事实及证据，作出违反客观事实的书面报告，指称被害人未紧握扶手，严重灼伤车监会的公信力。受害者本人罗太太在台北市机关李明宪陪伴之下，在记者会指控7月15日坐光华巴士247这一半，可以用1年开奖金100万，真无简单。太过试讲成功有心。这7礼拜大囡仔都死伫巴肚，伊真心痛。迄时阵才多听到囡仔心跳声音，无到1礼拜。我不晓得在场的你们能不能体会，对，求子这么久，结果就这样一跌，小孩子就是开心2个月，瞬间又跌到谷底。机关李明宪将受气，但事故鉴定书质疑有包庇的嫌疑。各部门台北市公运处过程当中，拒绝提供影像。公运处还威胁我说，公布影像就有法律责任。我不晓得我们的政府到底是在保护业者，还是在保护人民？那依照后续的程序，当然可以进入复议或司法途径。那后续也会配合相关的一个调查。被指控的光华巴士回应，不是只赔6000块，是已经提供1万块的慰问金，不过依然坚持是乘客无法按造成的。前车刹车，那我也是跟着刹车，有造成这个乘客他可能没有紧握的部分所以他可能产生一个跌倒的状况。案件已经进入司法调查，不过司机在赛车时阵挂耳机。台北市交通局表示，这是无稳准行为，已经罚9000块。记者综合报道。天气遮寒，也毋过咱社会有温暖，有真侪人拢会去帮助有需要的人。吴尊贤基金会2年会举办一届爱心奖，昨昏举办颁奖典礼，今年有2个人一个机构得奖。行上台顶接受颁奖的这寡人，拢是长期关心弱势族群，无计较家己付出偌济的人。2年一届吴尊贤爱心奖拜四举办颁奖典礼，其中得到社会服务奖的陈在辉牧师，这30年来伫华东地区家人成立青光教室，伫囡仔放学了后陪伴因，辅导侪侪青少年也走入部落，解决部落的经济问题。我想讲无，我就来社会看卖啊，来庄口看卖啊，来部落行行看卖啊，看我有应该爱做的代志。但是安尼感觉人生是安尼是。你有一个使命有一个意义，咱感觉活着嘛真欢喜，真快乐。也若同款伫花莲的黎明机构，即届得到慈善服务奖，因收容低龄障碍者、自闭症的患者，长期陪伴培养因发展工作能力。机构正做是遮的身心障碍者的另外一个家，替这个家庭减轻照护负担。所以，阮也有安排一个庇护工厂，阮也有安排，互因住的所在有照护者，这拢是阮服务的行业。阮希望因将来会当独立，那镜头较轻呢，会当出社会，这是上好。所以看到他们的成长，跟看到他们的进步，我会觉得说我投资的青春跟投资的健康是值得的。而这十几年来，我们一步一步的前进，每一步都很艰辛。得到公益服务奖的陈佩文老师，因翁仔某行入偏乡，家己总钱升入亲爱爱乐弦乐团，陪伴原住民囡仔学习音乐专长，帮助因建立健全的生活能力。吴尊贤基金会希望透过表扬，鼓励大家同齐为社会付出，用家己小小的力量关怀身躯边需要帮助的人。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世界12强，咱台湾队摕到冠军。伫比赛过程中，捌讲出红不朗的陈心伟，昨昏是登去伊高雄市复兴国校母校，和学生囡仔分享伊拍野球的经验。伊嘛鼓励遮个少年囡仔爱有梦想，才有拍拼的动力。
复兴国小野球队的囡仔伫咧校门口迎接校长陈成伟公营倒转来，伊伫咧世界12强赛对韩国迄场，捌讲出关键的红不让，学校嘛感觉真公平。陈成伟的老师杨婉玲替伊批结出校友的红彩带。杨老师讲，陈成伟伫咧国小的时阵，人生做细粒子，毋过力头真把，迄阵也捌代表台湾去拍世界少棒赛，就有真侪中学的球队。注意到伊的好球技，每次比赛回来就会先去找护士阿姨，那护士阿姨就会问他们说：“啊，又输了哦？”他说：“没有，我们赢呢。”虽然说我拿到了一个世界冠军，但是其实在我在复兴国小的时候，也曾经与世界冠军擦身而过。你在小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梦想，那个梦想就会成为你前进的动力。学校嘛安排陈成伟甲学生囡仔同齐拍乐乐野球，囡仔拢真欢喜。陈成伟也指导因拍球的姿势，伊嘛鼓励少棒队做人着磨，做牛着拖，一定爱坚持目标。像我上国小在打棒球，就是我也不知道能不能达到什么样的成绩、什么地步，但是就是还是要坚持自己的目标，就是不要觉得说啊你才国小，反正打不好怎么样，那其实这都没关系，但是主要是你的想法，你要够坚持在于你对棒球的热衷。人伫咧讲，食人一口，报人一斗。陈成伟在野球世界第一的好成绩，回来母校，用行动感谢学校的栽培，嘛毋望每一个人心内拢有梦想，未来会当看到这个囡仔伫咧各行各业争做世界冠军。记者柯昭阳高雄报道。有梦想的，阁有即个册店的头家。即马伫现代，大家拢在买手机啊，还能有人在看册。所以现代要经营一间册店，真无简单。也毋过伫宜兰大溪车头边啊，有开一间独立册店，结合大溪特色温泉，好民众伫遮会当哪看册，哪用温泉水浸骹腿。铁路、温泉、古厝三项文化元素，伫咧遮拢会当感受到。这头家讲，伊选择开册店，毋是开民宿，就是希望遮会当真做发展在地特色的所在。甲温泉水天入去茶头卡桶看挂，民众通伫这间册店拿浸骹腿、拿啉咖啡、拿读册。这间独立册店就踮伫咧大溪车头边，店头内底一切大部分拢是有关艺术、建筑、铁路，是展现在地温泉文化、铁路文化，阁有老厝三项特色。而且内底伊的物件，甲一般的主店的主无相共款，拢是迄个日文，而且阁是足侪拢甲艺术有关系。文化以外，传达以外，第二就是看会使甲大溪本身的遮个学，甚至旅客，甚至饭店做连接。因为来大溪毋是讲泡温泉，来大溪你嘛使找一寡较有文化的所在。这间册店的头家简明辉，细汉到大汉拢住伫车头附近，也到日本读册几落年，所以对铁路阁有温泉文化真有感情。这栋铁路边的旧厝本身已经50几年，伊20年前甲伊买落来，用2-3年的时间，家己动手修复，打造一个空间。伊希望这通成做一个复兴读册风气、展现文化的所在。开册店无一定爱趁钱，开册店就是讲，我有一寡册会分享互大家看，大家看了伊嘛感觉真欢喜。过来就讲册，本来这个时代来讲，甲阮的时代无共啊。对个台湾的文化，开了嘛袂啥物帮忙。但是咱会使讲一卡一步印，会使做偌济，咱就做偌济。简明辉讲，伫这个时代要经营册店是真无简单的代志，佫较免讲是独立册店，帮这间册店通永续经营。伊也规划未来要甲这个空间开放，予艺术家做展览、做工作室这块用途，予文化通伫遮拓展发展。记者龚林玉凯宜兰报道。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举办台语控油，来参加的台语家庭对兄茶控油开始规定拢用台语，大家人哪开工哪算。真侪家长嘛讲控油是伊囡仔时的基地。这不一定可以用的，现在就可以用。这边的人负责起涂药，另外一边的囡仔是负责熬涂，大家分工合作，总算甲涂药起好势。
大人开始喝茶，准备来控窑。对不少人来讲，控窑是细汉时真珍贵的记忆。我细汉的时阵住伫台南的庄脚，所以对我来讲，控窑是一个我囡仔时代的记忆。细汉有算过啊，想讲囡仔一定无算过嘛，所以带因来啊。好算。甲大家哥做伙讲台语。嗯。控窑食材除了有传韩籍以外，个人准备要控卵、控鸡肉。新竹本土技推广协会，逐年都会带民众到水田来办控窑活动，哪算哪学习，也做伙讲台语。文化甲语言是分袂过两种物件，控土窑这个是台湾最传统的文化，大家拢在讲台语，个算袂晓讲的囡仔，伊听，是嘛都在讲，这叫这个沉浸式的真正式的迄个教育，其实我嘛是较爱用这个纯的活动，较生活化的物件。除了体验趣味的控窑活动，也趁机会互相交流，分享家己学台语的过程。新竹本土语推广协会讲，未来会继续办各种的活动，互大家来认捌台语的水意。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文化新眼界来看南北拢具当代艺术家的作品，这是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的作品，即马伫台北展出。也拿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的作品是伫屏东展出。有黑色圆点的我人色大鸡龟仔出现伫北师美术馆真悬的展览厅内底，经由外宾光线照射，要将行伫大鸡龟仔中间感受特别无同。这是北师美术馆再现日本当代艺术家草间弥生伫1998年台北双年展展现的作品。圆点的强笔梦想，即摆有未少作品头一摆伫台湾展览，何必将看到伊创作的情形。北师美术馆的特色就是因为自然光，就对我来讲就是最好的艺术家这样。包括这个作品，你像包括以前你们看到甘露水在这里也是一样这样哈。对我来讲，我就是期待光的变化这样。好，那这个作品更是如此。经由原住民美妙的歌声展开展览的开幕式，日本艺术家奈良美智继续伊在台湾10年巡店计划第3站所到屏东美术館，奈良美智也親身出席開幕式。絵は本当に台湾のことを思って描いた、台湾っていう僕にとってはすごく南にある国で暖かくて人も暖かくてそういうところを想像しながら、描いた絵なんですけど、さっきそこに座ってこの絵をこれは印刷物ですけど、これ見てたら結構本当にいい作品が描けたんだなとちょっと安心しました。开展了后，奈良美智会到潮州来驻村，展期对20开始到明年5月底。展览是用线顶有约的，每题次时间大约40分钟。由奈良美智人气真旺，线顶有约的人数早已经超过1万人。记者综合报道。准无一礼拜就是耶诞节，也若即个时阵上界无用的就是耶诞老人，毋若爱送礼物，阁爱看批。对全世界各地头行的戏院的批，拢是寄到芬兰的耶诞老人村。遮有真侪批，今年世界有真侪动乱甲战争，耶诞老人嘛戏院希望世界和平。卡达着白色耶诞老人派着大大礼物袋啊，行向伊的交通工具，通知疲劳，准备要出发去发送礼物。一年一届耶诞节特别到了，每一当这个时期，就是芬兰耶诞老人村上无闲的时刻。耶诞老人无闲阅读，各地自动寄来批，受到全球各地发生动乱的影响，耶诞老人除了祝福大家耶诞快乐，嘛整海的戏院毋望会当世界和平。And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people could live in peace. Because sad things are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all the time. We can't deny that. But I really hope that we could find a way that how to live in a peace together around the world. So Merry Christmas. 耶诞老人认为庆祝节日的方式有真侪款，对每一个人来讲拢是正确的。耶鲁邮局内底的精灵嘛无闲加数10万件为全球各地寄来戏院批做分类，今年的批甚至有为台湾寄来批。Santa has receiv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letters to Santa Claus Main Post Office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So far, most letters have arrived from Asian countries like Taiwan and also European countries. Poland would be in top 5 of them.
今年表示，今年大部分的囡仔想要真侪佚佗物仔做礼物，其中上普遍的愿望是毋望收到减压球。真侪游客嘛，伫这个时期进入盐路村，感受这里的气氛，而且排队甲耶诞老人会面，实现囡仔时期的梦想。毛家配合耶诞老人的民众，毋望收到耶诞老人的批甲祝福。公司新闻台是同朋友。印度美國嘅紐約時報廣場迎接新年2025年數字燈，即咪已經擺出來啊！有啥遊客去遐排隊等要翕相，刷落來就會甲掛起哩廣場嘅大樓，等下年時正式點燈。4, 3, 2, 1, Happy New Year! Yay! 2025 is here in Times Square. 听到这种话声，到时阵伫跨年时阵绝对更较闹热。美国纽约时报广场跨年倒算活动大型2025数字灯，已经伫46家甲47家中央的博览会开始展示。活动单位当日办活动，替大家来练习倒算。Today we are revving up the countdown to the new year, and in just 13 more days, the eyes of the world will be focused atop One Times Square when the famous ball drops and these numerals light up at midnight. 这个数字总重量545公斤，上大数字是0，是164公斤。4个数字拢总620粒 LED 灯，数字2有145粒灯，数字0有164粒灯，数字5有166粒灯。They're going to be out for the next 4 days, and you're basically able to get up close and personal and almost touch them. 一寡游客排队等要加2025翕相，有人用跳舞的姿势，有人是大风伫烧针，啊，还有人规家伙出动，透过大门也是做贺卡。预告新的一年就要来啊！23透早数字灯就会搬走，挂伫广场的楼尾顶，伫跨年夜正式倒算点灯。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译。关心天气，和乡亲同齐看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13度，上悬18度；中部的温度上低11度，上悬22度；南部的温度上低12度，上悬是25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4度，上悬23度。外岛11度至18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